接下来这首歌，它是第2张专辑的比较后面的一首歌。那我很多的歌曲都很容易会让大家进入深沉的睡眠，可能本身的音色就是长得比较催眠一点。那这首蝴蝶呢，我们叫做 Goodbye， 有没有很像那个英文的 Butterfly？ 有没有？我们是 Goodbye， Butterfly， 有异曲同工之妙。那蝴蝶这首歌其实写给小朋友听的，就是说，我们常常都会，看到一个这个故事，它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小朋友看到一个蝴蝶，就觉得为什么它会飞，为什么我不会飞？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问号，为什么你有名牌包，我没有名牌包？为什么你比较高，我比较矮？你怎么比较瘦，我比较胖嘞？怎么会这样？大家对于自己的不满足，于是我就觉得，这个写给小朋友的歌，其实大人也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我们干嘛要跟别人一样？我长得很矮，可是我很会画图啊。我长得很胖，可是我超聪明，我电脑很强。对，就是其实有时候不要那么的羡慕大家别人，你要相信你自己就是唯一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跟别人不一样。就像我们的 Goodbye 一样，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 Goodbye， 你会飞，你会跳舞，你有手有脚，你跟大家都一样。但是唯一不一样，你认为你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才是你真正最有价值的地方。好。Nyukso majib saspi makula Saso faklakan balay Majuiso skowawaw na hana So taini tatana So batana insanta Kata sa kuchikay Santa kata sa kuchikay ha una pa rin makuway Panayang nasa Valay na kapayray Magsa ako mayuhi uzi Anayang nasa iyan sa kuvalay Hana Right tungo sa ako Uzi虽然今天是下雨天，可是我很感谢各位同学可以在这里听我唱歌，我很开心。然后我觉得你们真的超棒的，我觉得台大你们真的很棒，不断在推广本土语言。那我相信语言它真的是承载了非常非常多的文化。
无论你们讲的是闽南语、河洛语、客语、泰雅语、阿美语，或者是英语，你是法国人，好，你是非洲人，你讲的是哪一国的语言，都请你们一定要继续去讲它，去使用它，然后语言如果消失，你的文化就会跟着不见，然后你这个群主不是赖群主，你这个族群就会慢慢的就不见了。如果有一天我再也不讲泰雅语，不写泰雅语的歌，我们的孩子也听不懂，也不再讲。有一天泰雅族这个什么一直想要讲群主啊，这个族群它有一天会不见，所以我们要很珍惜。我也很感谢台大邀请我来唱歌，让你们知道我的创作虽然你们听不懂，然后经过我的歌声，然后还有老师们跟我一起在这里，透过音乐来传达，希望你们可以珍惜它，然后爱你的语言，爱你的文化，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可能不是那么会讲，你可能台语讲啊，无比我搁较好哦，啊你要慢慢学，家学转来，安尼好无？西木瓜啦，少阳米苏发来，斯嘎亚达拉，斯嘎亚达拉，再见。